今次修訂新增關於電子設備嘅補充條文，賦權警員可以要求任何指明人士，包括受調查人士或者任何知道解密方法嘅人，提供電子設備所需嘅密碼或者其他解密方法。若果未遵從有關要求，即屬犯罪。要佢提交呢一個嘅係密碼嘅，係唔會係隨隨便便嘅。就咁喺一個警務人員喺呢條街度要求你俾個手電呢個密碼，呢啲係假嘅，呢啲係你係嚇人嘅啫。我哋警務人員呢係要做個誓章，入邊係有足夠嘅理由呢去說服嗰個法庭、個法院、個法官呢去出一個手令俾我哋。但參照修訂後嘅香港國安法第43條實施細則，附表1當中有無需裁判官手令嘅情況，範圍係相當之闊嘅。咁而佢嗰個門檻咧，其實好低嘅。雖然話佢係要向裁判官係申請個手令，咁但係其實你要去裁判官就申請個手令，但係你個話有合理理由懷疑有嗰啲嘢，其實係好容易嘅啫。國際媒體亦都廣泛報導，提到香港有關法例對違反國家安全嘅定義廣泛又含糊，新例威脅到個人同通訊私隱。